點解佢哋揀香港保險？原因喺呢度。你知唔知越嚟越多內地企業家選擇購買香港嘅高額保險，唔單止係為咗保障，仲係睇中咗保單背後嘅附加優勢。例如，有人用5000萬人民幣購買保單申請香港投資移民，仲有創二代夫婦選擇咗超過5億保費嘅儲蓄保險。呢啲唔單止係資產配置，佢嘅好處真係超乎你想象。首先，香港保險支持無限制更貴受保人，令到保單可以代代相傳，完美實現財富嘅跨代傳承，仲可以避免高額嘅遺產稅或者贈與稅。雖然內地暫時冇遺產稅，但有前瞻性嘅企業家已經開始規劃。其次，香港保險仲有出色嘅資產保護功能。當面對債務清算時，呢啲保單可以有效隔離個人資產，因為香港嘅司法管轄區保密性高，令到資產更加安全。另外，仲係解決家庭風險嘅利器，唔止係婚姻財產糾紛，定係內部財產分配，通過合理設置受益人同受保人，可以確保財富嘅定向傳承，完全唔會受其他人干擾。總之，買香港保險就好似為咗自己嘅資產打造咗一個避風港，無論係稅務、債務定係家庭風險，都可以得到妥善解決。如果你都想揾到一個最合適嘅資產保護方案，隨時同我聯絡，一齊為你嘅財富揾到最啱嘅規劃。